其实我今天心情非常激动，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啊，还有我的杨老师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有我亲爱的琼琼，还有我的老领导徐玉平还没到场，他有点不舒服，他说稍微迟一点。还有从苏州赶来的2位朋友。他们还没到场啊！首先感谢大家，我也祝大家就是健康快乐每一天。谢谢你们。像个考试的。我们今天也艺术人生一下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们知道啊，王老师呢从艺很早，您几年从艺啊？20多年了吧？20多年啦！哦呦，这个看不出来啊，老艺术家吧？看不出来吧？老艺术家。那么我想问一下，那就是说，我听说王老师从艺多年以来啊，从事了非常多的行当，这个呢也是一般我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啊，王老师比较有特色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采访您一下，您一共从事了多少个行当？反正，在戏校学的是小生，3年学的小生，然后偶然的一次机会，尝试一下续派老生，当派老生也尝试了一下，然后进了粤剧院以后吧，反正都唱，大胆说什么呢？说不出来，大胆说出来。小生、中生都唱。你要是说我是中场，就这个中生呢，我上海话是说不大好听，对吧？就是说的是那个，他说的中生就是不老也不年轻的那种，但黑胡子的那种，就是中年的出身嘛，对吧？比如说李斯啊、贾政啊这种之类的，就是偏年轻一点，但也不是小伙子，爸爸那个角色吧，就是啊，我也是这个相对比较多一点啊。那么王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行当，这么多人物，最喜欢的是哪个人物？其实你要我说最喜欢的，其实我对每个人物都有感情，都很喜欢，因为每个人物身上都有闪光点。那我们就请王老师回忆一下，您从艺这么多年，一共演过多少个人物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们大家也这么想，是吧？特别同情嘛，这个特别同情的，真的。但是男女老老少没有演过，好像书童没有演过，其他都演过。首先啊，妈妈、爸爸、儿子啊，比较有特色的哪些人物？比较有特色的，怎么有特色的？就是反串比较有特色的。谁啊？我本身多的。最重点是王蓝英，对不对？还有著名的是岳母。王老师要这个王蓝英漂不漂亮？漂亮。但是我跳的还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你岳母怎么样？王蓝英我怎么看着还是有点像小生？尤其是这个嘴巴。说到这个王蓝英，我们排练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嘛啊，这个不是咱们这个排出来吧，然后一个花旦出来是王家不知道呀，是嗲的小姑子出来，我是不是的，小姑全部出来了，他们底下冲笑，就趴到那个角，说黄慧你演的是谁呀？我说王蓝英啊，王蓝英为什么这么大呀？我习惯。这个就还蛮多的啊。那么王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行当，这么多的流派，哪个人物你演的最多？哎，你最喜欢的，哎，最喜欢的。最喜欢的。除了您的小生之外啊，在您反串的众多行当中，哎，您最喜欢的哪个人物演的最多的？真的是就只有2个字反串的呀。啊，客串的啊，客串那个，对，他的对吧？我本来就唱的那个《打金之梦》郭艾，郭艾对吧？大家看过没有？郭艾上来这种，这是客串的，他敢郭艾的时候，还有呢？我回答不出来了。他演的最多的客串的人物是哪位？最多的哪个？客串的最多的是哪里？有请提示一下吧。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，看的最多的王老师客串的他这个
句就是在家里是什么？你这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你因为会疲惫熏焦，在外边不够甜又造谣。那去官是王爷家里真不真？你但关心得他吃不到，小奴才你不提祖宗真皇才，叫不惧我天烦恼。说这一场戏呢是宝玉挨了一次打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挨着打还不轻，对吧？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可以说啊，皮开肉绽啊，半个月没起来是吧？可以说我们黄慧老师对这个家庭暴力非常有经验。他还是亲自打，不是黄老师亲自动手打，不是的呀，不是黄老师是假的。点个假。这个我们要瞪大眼睛看，是吧？哎，这好像也是黄老师吧？有点像，有点像。是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我们都看出来了是吧？是谁呀？知道是黄老师的拍拍手吧？我知道，这个是齐官和贾宝玉的两个人就是互证探亲的这一场戏，对吧？好，那个我们中是哪段？贾政吗？对，贾政来唱嘛。对。你有要求的吗？一模比贾政还大，我告诉你。让我去跑是吧？我试试看啊。没有老师派，谁让老师派？我有人有的。买有啊，哎呦，啥菜嘞？这个是。在草原你作为主人，这草原的烈水光，不到出远宝剑皆有为，你姐姐叫们姐姐们上，哎呀，你们害我呀！苦叹你虽卷汤圆举不长，长长岁岁偏一把，只怕是将来只有到今场，百里才来不复往。贾宝玉在这里的话，肯定是欢呼雀跃啊！哇，有好大场的。好，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王老师精彩的演唱，还有我们所能做的精彩的改编啊。那么徐玉萍徐老师啊，我们现在先请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这位老领导、老同事、老同学、老朋友、老姐妹吧。那年纪我还小嘞。对呀，我很小的，我双臂啊，22，我28，他26。真的非常高兴，真的很过去。非常高兴看到那么多朋友，肯定是都跟黄慧是非常铁哥们的啊，对。然后今天呢，因为有点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来晚了啊。首先跟黄慧师是抱歉了啊。但是我想今天这么一个高兴的日子，我肯定要到的。看到那么多朋友为他过生日，这是个生日，又是一个朋友的聚会啊，非常开心。啊，那首先我想说的是，我跟黄慧是同学，也是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之一啊。那么我也非常了解黄慧，黄慧呢在艺术上面非常的这个执着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他这次西园记，我那天也在台下看，跟子平说的，真的从外地赶回来唱，真的是这样，我很感动，我觉得
是太棒了，只能说太棒了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的是，因为他真的是接到这个任务以后，我知道他，我只要跟他联系什么事的时候，总会听到他在练唱啊，或者看录像啊，真的是啊。我这个同学，你这个爆料，我真的也没什么可爆的，就是爆料吧，也就是知道他以前总会纠结，他比较气愤，老是让他演老生啊、假生啊，很愤怒。其实他演的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虽然说他是全能的啊，又唱徐派又唱陆派，他饭派唱的也很好。你待会叫他唱段饭派。你是不是？他这个还有花派唱的也很好，原派唱的也很棒，对吧？这个真的是这样的，不是可怕啊。应该大家也知道，跟他好朋友又是铁杆粉丝的话，肯定很了解他。子婷也是啊，我们都知道他不觉唱得好，对吧？什么都好，他反正真的是那个艺术人才啊！那在这里呢，我首先今天要祝愿他生日快乐啊！那首先要身体健康，希望他健健康康的，生活的快快乐乐的。然后呢，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好，越走越远，子婷是说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他这次跨那个流派啊，徐派真的是唱得很棒。那天我看到了满场的观众啊，对他也是一种非常的肯定。不管是专家来看也好，我们的老师们也好，对他真的是非常的满意。在这里，因为我以前在跟他是一个同事，在记得接戏院季的时候，我也是参与的，是我绝对推荐我们黄辉的。那么领导也非常满意对他，所以祝贺他，再一次祝贺他。这个人同喜事精神爽啊，青少晚会是真的满目春风啊！哎呦，都是亮点。都是把觉得大家都是永远是吧？我们都永远。我觉得今天这么多朋友，我想都是来自四面八方，特意赶来为黄大官人这个过生日。其实大家其实通过这样的聚会，真的叙叙旧。难得和大家见上一面。说实在，这几年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是很少参加。那么今天呢，借黄慧这样的聚会呢，一个呢要替他谢谢大家今天到位的每一位朋友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当着真心感谢。刚才说爆料，其实也没什么好爆的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活得蛮真实的。黄慧呢，生活当中确实是一个蛮有情分的人，这一点呢，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发现特别是近几年，黄慧的在演艺事业上突飞猛进，是不是还不错？这个演的这个新的老的一些从旧风尘开始啊，从最初开始可能就跨越角色，跨越流派。他每走的一步都走得很艰辛，我真是觉得非常不容易，因为常常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也真的觉得大家看到的是他一个非常成功的一面，但是他背地里所画出的心血，真的是台下10年功，台上9番功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都要为他喝彩。我觉得黄慧，我说他是一个绩优股。现在不得了了，老动静通畅，没有任何而且他任劳任怨，这一点黄慧身上他有很多美德，所以我觉得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，我都认可这个王大官人，真的，我有这个在认可黄慧这样的人品的基础上，才认可他台上这种非常现在风流倜傥演的每个角色，以至于他演的。那个贾政什么的，我也很欣赏的呀，对不对？尽管会是欣赏这个，我觉得黄慧啊，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她现在是演艺，和我一样都是巅峰状态，所以我们有很多梦想要实现。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位朋友继续支持黄大官人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法是讲嘞，伊拉俺的领导、老领导还有对王小姐，侪帮我讲光嘞。我对这帮王位是交心的、最要好的同事啊，是朋友，对吧？今朝来了
最多对啊，标新的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辣辣哎，事业高头越来越好，讲普通话对吧？啊，你的普通话很我的普通话也很普通的，念普通，讲几句。啊，那我接这个机会啊，反正都是我想听下来的，肯定都是那个黄辉的好朋友啊，应该是要不就是非常迷你的，要不就是跟你很铁的那个朋友。啊，那我因为原来在工作团啊，因为也是老同学，那他经常叫我领导，真是也客气啊，包括子平也是啊，我们都是相处的蛮好的，其实就是姐妹。然后我在这里趁这个机会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啊，感谢黄慧一直以来对我工作上非常支持。他真的是非常支持我的工作，不管怎么样，在就是说他其实有时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他都非常的支持，包括我们也是啊，陈总，要不然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团出来的，我真的现在到一团去了，我真的有点不舍得他们也同样有这种感觉。那借此机会啊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三位姐妹啊。王老师有什么要说的？我是感谢，要不自己爆个料吧？不是，我不是爆料，我感谢我们领导是好几年，跟我们领导做了18年的领导做下来，一直对我很爱护，所以说也给了我很多机会。当然我也很佩服他的工作。然后志平吧，他其实我们在谈夫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是，也是演戏演的比较少，特别是小生戏演的比较少，他不厌其烦的一直陪我拍，真的是我这点非常感激。包括这个西园记，西园记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这个新戏，这是个跨流派的戏，他了解我，他觉得我很不容易能接下这个任务，所以他毫无怨言的一直陪我拍，真的毫无怨言，他们推掉自己很多事情，为我西园记陪我，所以。认定的一个妙主，他每次都很认真的帮我改正。他说你这个可不可以？你觉得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可以再谈。就这样，大家都不厌其烦为我在帮我，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激，感激的话都语无伦次，就是感激，除了感激就是感激。我们说不满分里啊，王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成果，包括我们大家呢对王老师有能够看到他这么多的作品，我相信也是离不开我们上海越剧院的演员、同事，还有他的领导的支持。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呢，无以为报，我们就冒以我们热烈的喝彩和掌声吧。好，谢谢，抱一抱。看到你们有点，我看到的男人姿态一点，对吧？说是不会的，这是我们兄弟。谢谢您，人很好，很漂亮，谢谢各位老师啊，谢谢。我王志平老师，这个节目好吧？换一个节目什么的。这个节目是我们最想看的，对不对啊？我的项目还会多贵。没关系的，王老师肯定是力量一下，我们力量的没问题。我也忘了得跟他发发微博的时候调侃的吧？对。有的时候光有肉，这种情绪。我不知道，我感觉这是很假的嘞。你们送我找的地方，我真的我不要别叫了，听好啊！哎呦，娘啊！米出来的呢，反应有没反应的呀？肯定是我肯定就把他不了点，他长了一个很长的，我在那里就不了。这个王老师好
金金子里天赐良机，从小女遇多少忠心的娃儿，情淡。想当初杂花相争做媒人，我父死为当金佛汉，他是来自因思为长官一杯真花湾，小姐呀，我为你家的妹儿尽心愿，从这里留进眉下将你盼，所人有背婆子女献青梅，是小人一片心里亲手干，彼此每次苦中情，那每次也是那苏三人情有爱，是这关是人君自有情郎，现在一时相遇来，我不该错把此生当，那人一里恼人心也来，苦怜他多情半杯无情恼，我有自歉意从不敢。谢谢。我跟大家爆个料啊，一定要爆的。好，就是说，大凡花旦都嗲在台上，台下是一点都不嗲的。那小生啊，台上是很阳刚的，到了台下都是个个都嗲妹妹。整个是越帅越嗲，是这样嗲了，这样好嘞，你要这样讲呢，我们想着刚才我们商量一下想的主意，两位老师来个也是反串一下。说我们那个叫什么黄老师，他这个小